麥子恒入咗落麥子恒嗰個人名度。49號、30號。8秒進攻。咩啊？有冇病？問我哋。8秒進攻，5秒，11兩分炒。你叫6係對名。8點。
睇黃波，一早甩橫傳喺黃山要幫波啊，我走咗去。攻勢，好似唔係打個街場，先揼我啦，收佢兩腳，成日俾啲嘢射到就嚟攻傷嘅，我歪咗，後歪咗。靚仔，成喎，繼續追，繼續追。下面成功。阿波啊，你又知㗎？佢好玩好笑，生就生一半，98個你咪打波啊你！你由學界開始食劈屎咁，你唔打波啊？點解你認真啲啊？咁點解你會站慢一步，甩一步，全部係慢半拍，俾人攞到我先啦！捉緊！下面成功。
坐低，坐低，坐低。唔使啦10秒。就得。有貼牌。綠色天花門。5秒，3秒。